主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就放下一切的忧虑、忧愁，我们将我们的全心全人交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礼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礼拜当中，都能够有你同在，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。也透过今天的礼拜，我们更多的与神来亲密，更多的透过牧师的讲道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祝福我们，祝福这群孩子们。我们整场礼拜要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愿今天的敬拜是荣耀的敬拜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、我们的肢体都化作赞美的祭献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一起来拍手，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你名在全地歌起美。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，我们要大声来宣告，哈利路亚！一起来，神的子民这样说，我是蒙福的子民，神的子民这样说。欢呼！不
个世代的儿童来祷告，为了我们主日学的学生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建立富强教会，谢谢你带领这么多小朋友愿意来教会亲近你。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，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孩子，他们生活的世界不再单纯，面对许多的引诱，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去分辨是非对错。求圣灵时时住在这群孩子们的心中，使他们仍然维持单纯的心，使他们喜爱来亲近耶稣，使他们喜爱来主日学。当他们面对学校课业、人际关系的压力，甚至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，主耶稣，求你成为他们的坚固堡垒，成为他们喜乐的源头，帮助他们学习祷告、交托跟依靠神，让他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就知道你是他们生命的主，你是掌管万物天地的主。求你让他们在你的爱中跟保护中长大，使他们坚定信靠你，一生跟随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主上帝。我们一起来唱，主你真伟大。主，我属于你，求你差遣。